今次咧就玩下澳門商標註冊喺網上面，由搜尋會見到啲咩咧？澳門商標註冊咁啊，打咗入去啦。而家 Google 幾醒啦，有個 AI 啊，自動去同你去將一啲答案出嚟俾你啊，咁先係㗎嘛。咁啊睇下 Google 嘅 AI 又講得準唔準啦？喺澳門註冊商標可以選擇網上或者親臨辦理，係啊，正確啊。可以使用澳門嘅服務一戶通同電子認證、雲簽嘅服務都係正確啊。親臨辦理梗係需要填呢啲申請書啦。呢啲都係正確嘅，咁啊揦一揦啦，太多啦，太長都唔睇晒佢啦。咁睇下有冇啲錯嘅地方啊？嗱，一戶通呢啲肯定正確㗎啦。親臨辦理又更加應該冇咩問題啦。地址有冇錯啊？經科局工業產權嘅申請櫃台呢啲都唔會錯㗎啦。然之後咧，文件梗係要申請書啦。其實可能大家都未必關心呢啲啊，呢啲乜嘢，主要係有冇啲咩特別嘅咧？呢個提一提啊，好多時我哋網上申請咧都話澳門嘅商標註冊有效期咧，好多時佢哋都會標錯咗係10年嘅。其實呢度就正確啦，寫翻7年，呢個係正確嘅。Google 而家都幾醒喎。然之後係啦，如果其他地方註冊咗商標喺澳門都係另行申請註冊一次啦。跟住呢啲都冇乜特別啦，咁都算係詳細啊。其實而家真係睇呢啲都睇得到噶啦，但係佢又冇講到話邊一啲人先有資格去申請啊？有呢度有寫嘅，申請人咧就一定要係澳門嘅身份證持有人，即係澳門嘅居民啦，或者喺澳門呢度設立嘅法人啦，即係嗰啲代辦公司啊咁樣啦。如果唔係呢啲咧，就需要授權書啊，都好詳細清晰啊。咁我哋其實做呢啲服務嘅咁多年嘅，我哋都鼓勵㗎啦。如果係澳門居民嘅話咧，你自己去申請啦。如果澳門居民以外嘅咧，咁你就真係可以委託下我哋去幫你去搞啦。咁就再睇下網上 search 之後仲有啲咩資料啊？除咗 AI 之外，都係公司嘅一啲比較多嘅，係啦。咁大家自己有興趣商標註冊嘅，自己上網去 search 下，好多資訊都可以獲得㗎啦。咁係咁先啦，今日。誠邀你免費加入我哋會員，了解更多我哋專業服務。